迎嚟臨我嘅頻道，我叫子欣。呢個頻道以粵語簡約風慢慢講書，分享文學、心靈、人生、哲理、讀物，拆解文字入面嘅溫柔與智慧。事不宜遲，準備開始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咁？明知聽日要交 report 或者一早話咗要去做運動，但係你個屁股就好似生咗根喺張梳化度咁，心入面不斷有個聲同自己講：哎呀，等多5分鐘先啦，睇埋呢條 reel 先啦。結果呢，5分鐘變咗2個鐘，最後又要通宵趕工或者索性放棄。如果你覺得自己係因為懶或者意志力唔夠，咁你就大錯特錯啦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書，終結你的拖延症。日本作者大平信孝話俾大家聽，拖延根本唔關意志力事，而係你唔識得點樣開動你大腦個開關。今日呢條片我會教你點樣用10秒鐘去呃你個大腦幫你做嘢。首先我哋要了解下敵人，點解我哋想做嘢咁懶？因為大腦入面有個地方叫側核，佢係負責控制動力嘅。問題係呢個側核好大牌，佢唔會無啦啦幫你做嘢，佢需要受到刺激先會分泌多巴胺俾動力你。咁點樣刺激佢呢？答案竟然係你要先喐手做。聽落好矛盾係咪？即係你要有動力先會做嘢，但你要做咗嘢先會有動力。呢個就係拖延症嘅死循環。加上人嘅大腦本能係追求現狀，佢好驚大改變。如果你話我今日要寫5000字，你大腦會覺得哇，咁大工程好危險呀，不如都係逃避啦。所以要解決呢個問題，我哋就要學識點樣由細做起。作者提出一個最強嘅方法，叫10秒行動。顧名思義，就係將你要做嘅嘢拆細到一個10秒內一定做到嘅小動作。舉個例，你想去健身房，唔好諗住要操1個鐘，你目標定位着對波鞋。你想寫論文，唔好諗住要寫成版，你目標定位開 Word 檔打個題目。你想執屋，你目標定位將一件衫掛翻好。點解10秒咁有效？因為佢細到大腦完全唔覺得係壓力，佢唔會啟動防禦機制。只要你個10秒喐咗，你個側核就會被激活，多巴胺就開始分泌。通常你會發現，一旦你穿咗波鞋，你自然就會行出門口；一旦你開咗 Word 檔，你就會順手打埋落去。呢個就係先啟動後動力。除咗10秒行動，心理壓力都係拖延嘅元兇。好多時我哋拖延係因為我哋同自己講，我一定要做呢件事。當件事變咗一種壓力同責任，你大腦就會自動反抗。書入面教大家一個技巧，試下將個關鍵字由我要變成我想。唔好諗我今日一定要跑5公里，試下諗我想跑完步之後嗰種流汗好爽，可以食大餐嘅感覺。你要聯想件事完成之後嘅好處同快感，而唔係過程中有幾痛苦。作者仲建議一個好方法，想象一下，如果件事搞掂咗，你會點樣獎勵自己？呢種積極嘅聯想可以幫你更容易跳出拖延嘅泥沼。最後，作者提到環境同回饋都好緊要。第一，視覺干擾。如果你張台堆滿雜物，或者手機就擺喺隔離，你大腦就會分心。所以開工前花10秒，又係10秒，執一執個視線範圍。第二，自己讚自己。好多拖延症患者都係完美主義者，做唔到就係咁怪自己。作者話，就算你只係做咗10秒，你都要同自己講做得好，起碼我開始咗。正面嘅回饋會令你下次更容易啟動。唔好低估呢啲小鼓勵，佢係你長期抗戰嘅燃料。總結翻今日講嘅，唔係因為懶，而係大腦未開機。用10秒行動呃大腦起步，先喐手，動力自然嚟。將我要做變成我想做，聯想完成後嘅快感，俾自己正面回饋，哪怕只係行咗1小步。如果你而家手頭上正有一件事拖緊，唔好諗啦，即刻用10秒鐘做咗最簡單嗰個動作先。例如係幫呢條片撳個掣俾個 like 或者訂閱我。好啦，今日分享到呢度，希望大家都能夠終結拖延，反生活嘅主導權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